在地新闻来关心台铁的员工，常常互旅客攻击，无就是红骂。家己大拿车头，即马有一个站务员向工会投讲，伊已经互攻击、互恐吓几若届啊。8月初7的时，佫因为主动先客伫车头内底骑脚踏车，尾啊互拍。即马台铁产业工会是批评台铁弄吉点点，才害即款代志日头发生。对话监督，台铁高层要求各站清查是毋是有员工红拍。台铁产业工会秘书长11伫面册答文指控，嘉义大拿站一个站务员，初7为了靠坑伫站内骑脚踏车的先去红拍。不过台铁事后煞干来劳动大家找人，毋是保护员工。他脚不方便，在楼上碰到他都要用骑乘的方式，上面后车大厅有很多礼让，对啊，他会撞上别人。抵达现场时，该施暴民众已离开。本分局已调阅相关监视器，厘清案情，将依法侦办。代志发生伫大拿站2楼通路，听讲这个站务员毋是头一届红拍，较早嘛捌伫集群的时阵去互先去攻击恐吓，民众嘛感觉站务员真冤枉。觉得他们都很好，服务态度都很不错啊，很热心啊。站务员互女乘客摕鞋啊，热去拍，列车长互人加见会乌青。代替公司换了后，除了加请人，也希望会当改善员工的态度甲工作环境。不过员工互人攻击事件常常听到，工会12批评代替无作为，更来要检讨员工无危机意识，要求提高车站安全保障。我们希望说能够像这个台铁去征聘这个保全一样哦，他们现在在每个平交道其实都有聘一个保全。负责去做监视，也能够来协助在各个车站去征聘保全，来确保这个车站里面的安危。面对指控，台铁表示，迄天铁路警察局部有到场处理，甲员工约定13做笔录。公司也指派主管持续关怀员工，来做后续员工要对乘客提告，我来提供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